乡亲出门穿外套，佮兼挂喙暗，掩过额头一日看日头是有够炎。气象署提醒讲，即马是秋后热的时期，每日温差真大，尤其是中南部爱细热。夜里清晨的时候，也可能有辐射冷却造成低温，空气已经有开始有从南来的空气，所以白天在太阳增温的影响之下，温度也是回升的。今日全台各地气温差不多是2到23度，较空旷以及瓦山火所在较无20度。日时桃园以北甲宜兰花莲地区高温到25、26度，其他地区是28到31度，温度差超过10度。因为淡薄季风无遐透啊，气温会连续5天慢慢升悬。不过透早也是暗时同款真秋凊，所以讲一定要穿好烧。下坡东北季风带来的冷空气一样不是很强，所以各地的低温变化并不明显。但是越北部受到有云多、有点降雨的现象，它的高温变化会比较明显。气象署预测，后一波东北季风增强的时间是伫11月7日，北部、东北部地区是风头面，时间会较凉冷。天气一个冷，中风的几率就会增加。健保署表示讲，急性欠血性的脑中风伫国内真平常。当年入院人数差不多4万人，11月份起将会放宽健保的给付标准。机械取声的黄金治疗期从8小时延长到24小时。那这项预估新增大概565人来受惠。医疗技术的进步，和黄金的抢救期延长，会使用镜啊，还是导管、清除血甲、拍通血路，要要预防性医治疗。变天加上每日温差真大，都要穿好烧，注意身体状况，安尼才会当预防医院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